主席，我嘅問題呢，其實就係同局長剛才嘅發言係有關嘅。咁佢嘅發言稿裏邊第3段啦，就話按照共同構建軌道上的大灣區嘅願景呢，就同深圳當局係攜手推動2個跨境鐵路項目啦。咁我諗大家都知㗎啦，一個就係廣深西部鐵路，即係洪水橋至前海。咁啊，另一個呢，就係北環線支線。咁啊，有感而發，其中一樣慨嘆呢，就係早知燈係火，點解隨街摸呢？2014年鐵路發展策略嘅報告一出呢，我哋就嘩然，因為業界倡議、市民又贊成嘅廣深嘅西部鐵路呢，束之高閣。慨嘆還慨嘆啦，咁今天做都係好事嚟嘅。咁當然走線有唔同嘅，個考慮唔係完全一樣。咁但係時間係咁嘥嘅陰公，所以而家真係要急起直追。咁我慨嘆之餘呢，就真係提示政府呢，或者可以講有呼籲啦，真係要拆牆鬆綁。點解呢？特別提呢樣嘢呢？高鐵香港段當時皇崗米埔嘅隧道要做，咁啊點挖啦？喺皇崗嗰邊挖過嚟。咁你唔可能請香港嘅工人每日就走去皇崗咁開工挖過嚟㗎。咁但係因為呢，你喺嗰邊挖下就入咗香港境內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內地工人做呢，就係輸入勞工。唉，辛辛苦苦，港鐵牽頭啲承建商去申請，咁啊勞顧會搞來搞去，花好多時間，結果都批。不過就天一半地一半，你申請咁嘅數量批你一半，咪工程咪做慢一半咯。咁啊，所以呢，我好希望呢，今次其實咧呢個廣深喺呢方面嗰個鐵路呢，都係俾我哋嘅內地同埋香港嘅鐵路專業呢一個合作嘅契機。咁亦都真係咧，我哋攜手咧做一啲灣區嘅新嘅標準。咁所以點樣拆牆鬆綁咧？呢個唔係單係呢一位局長嘅問題啦，真係整個政府團隊好多相關嘅，包括係勞工問題咧等等咧，都係要拆牆鬆綁啊！我唔希望咧到時又重複翻嗰陣時嘅慘痛嘅教訓啦。多謝主席。好啊，局長。多謝阿盧議員嘅好苦心嘅提醒同埋分享。過去嘅我哋唔提，但係我哋往前係更加緊要，因為廣深西部鐵路洪水橋前海段呢，我哋係會好積極用一個好創新嘅思維，亦都希望突破我哋現有嘅框架。我哋同深圳當局呢成立咗一個共同推進嘅辦公室，咁所以希望透過呢個辦公室裏邊呢，我哋係會可以達至一個強強聯手，即係利用內地嘅經驗同埋資源，配合我哋香港呢一邊好靈活嘅，但我哋就住鐵路，我哋都有我哋嘅專長同埋個安全標準呢，我哋都係達到國際嘅標準。咁所以呢，我好有信心呢，頭先盧議員提到嘅幾個方面，如果我哋真正要能夠有一個協同嘅效應，而達至到可以提速提效呢，無論係喺多啲用到國家個標準，另外就係內地嘅技術同埋嗰個設備。第三方面當然就係個人力啦，即係喺內地嗰個團隊。當譬如我哋講緊就舉一個例，喺後海灣嗰個海底隧道由深圳嗰方面轉挖過嚟嘅時候，係咪就停咗喺大家兩方面嘅嗰個嘅線嗰度？就另一邊就係香港起過去呢。咁我覺得嗰個呢，正正係一個好好嘅切入點啊！俾我哋同深圳大家兩邊呢，就係有一個做法，我哋可以直接委託深圳方幫我哋呢係去建造埋轉挖埋佢。咁當然嗰個人力同埋個團隊嗰度呢，我哋都要喺內部同其他相關嘅局。就係希望可以尋求一個突破。咁第二方面呢，就係我哋都明白到呢，就喺個時間嗰度呢，都係希望可以透過咁樣樣呢嘅話呢，我哋就可以全速呢去追趕有關嗰個時間。多謝主席。好。